1999您好，敝姓杨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1999你好，我想荣，请欢迎为你服务。1999你好，我想荣，请欢迎为你服务。请问一下，有听邻居提到敲末日下唐林傻工，敲末日下唐林傻工，我们现在生育有补助，你俩下生育有补助，你俩下生育有补助。请问是什么样的补助呢？敲末是用办嘅补助方式呢？敲末是用办嘅补助方式呢？目前本市有生育津贴可以申请。目前本市有生育津贴做得申请。目前本市有生育津贴做得申请。请问小姐，您要申请是吗？请问小姐，你要申请係麼？請問小姐，你要申請係麼？您貴姓？怎麼稱呼？你上想用辦稱呼？你上想用辦稱呼？是啊，敝姓劉。係呀，我想劉。係呀，我想劉。劉小姐您好，恭喜你哦。劉小姐你好，恭喜你哦。劉小姐你好，恭喜你哦。天丁發財，好運年年來。天丁發財，好運年年來。天丁發財，好運年年來。這邊為您說明。第2篇為你說明。第2篇為你說明。新生兒在本市出生。新疆嘅安亞在本市出世。新疆嘅安亞在本市出世。60天內至各個戶政事務所。60日之內就得到各戶政事務所。60日之內就得到各戶政事務所。都可以在現場請領一台1萬塊的現金。現場就領得到一台1萬塊嘅現金。現場就領得到一台1萬塊嘅現金。好的，請問新生兒需要設籍在本市嗎？好，請問新疆安亞嘅戶籍要設在本市嗎？好，請問新疆安亞嘅戶籍要設在本市嗎？是的，除了新生兒。係喲，除了新生安亞。係喲，除了新生安亞。另外，嬰兒的爸爸或媽媽其中一方，另外安亞嘅阿爸亦係阿妹其中一方，另外安亞嘅阿爸亦係阿妹其中一方，也必須設籍在本市至少半年以上。戶籍也必須設在本市至少半年以上。戶籍也必須設在本市至少半年以上，才符合請領資格。正合未到兩個資格，正合未到兩個資格。了解，我想再請問一下，我了解，想再個問一下。我了解，想再個問一下。您意思是我前往戶政事務所辦理？你嘅意思係我去戶政事務所辦理？你嘅意思係我去戶政事務所辦理？就可以直接領取生育津貼的現金嗎？就做得直接領到生育津貼嘅現金係麼？就做得直接領到生育津貼嘅現金係麼？沒錯，當場申請就可以領到津貼補助。冇唔錯，當下申請就做得領到補助咧。冇唔錯，當下申請就做得領到補助咧。謝謝你的詳細說明。是夢兒按詳細嘅說明。是夢兒按詳細嘅說明。不客氣。唔是客氣，唔是客氣。還有其他要服務的嗎？還有其他愛服務嘅麼？還有其他愛服務嘅麼？沒有其他問題了，謝謝哦。冇其他問題咧，是麼？冇其他問題咧，是麼？好的，謝謝劉小姐您的來電。好，是麼劉小姐打電話來？好，是麼劉小姐打電話來？祝您順心愉快，再見。祝福你順心愉快，長來了。祝福你順心愉快，長來了。